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人民往事》。如果我問你邊個女星最能代表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演技嘅最高峰，相信大部分人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嘅一定係張曼玉。佢係華人影壇至今無法超越嘅神話，5屆金像影后、4屆金馬影后，甚至連柏林影展同康城影展嘅國際最高殊榮都拿捏個遍。銀幕上嘅佢可以係《花樣年華》裏面穿着旗袍，每一步都走得優雅；壓抑嘅蘇麗珍，亦可以係《新龍門客棧》裏面風騷潑辣、有情有義嘅老闆娘金鑲玉。然而呢位站在華人女星權力榜最頂端嘅傳奇影后，佢現實中嘅人生卻活得比佢演過嘅任何一部戲都要叛逆，都要灑脫。喺當時那個講求明星光環、出入都要名牌跑車嘅娛樂圈，如今嘅張曼玉卻成了一個讓人大跌眼鏡嘅平民異類。近年有香港媒體拍到佢出沒喺平民市集，竟然喺地攤排隊買幾十蚊嘅平價內衣同拖鞋，身形消瘦，打扮樸素，無知嘅網民嘲笑佢晚年淒涼，影后落魄。但熟悉佢嘅人都知道，呢個係張曼玉自己主動選擇嘅最高級嘅清醒。回看佢大半生，張曼玉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嘅戀愛腦。佢每次拍拖都全程投入，甚至甘願為咗愛情放棄事業。可惜情路坎坷，經歷過無數次背叛、離婚，甚至曾被前男友公開私密情書出賣，淪為成個香港嘅笑柄。但最讓人佩服嘅係，每一次被愛情傷倒體無完膚，佢都能夠好似鳳凰涅槃咁，反電影圈用演技狠狠打面所有人。但就在佢拿遍所有國際獎項、名利雙收嘅最高峰，佢突然覺得演戲好悶，果斷息影。佢跑去玩搖滾樂，在音樂節唱歌跑調，被全網群嘲。佢卻大方回應：我演了20部電影，還被雪花屏。唱歌請給我20次機會。到底係一條點樣嘅人生路，能讓一個曾經高高在上嘅國際影后，甘願放低所有名利光環，去地攤買10蚊貨，去玩被人笑嘅搖滾？喺那些看似叛逆、落魄嘅外表背後，又隱藏了佢幾多看透世事嘅智慧與骨氣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張曼玉這段從套牙花瓶到國際影后，最終在煙火氣裏面活出真正自由嘅傳奇人生。1983年，19歲嘅張曼玉拿下了香港小姐亞軍，從此踏入娛樂圈。剛出道嘅佢，面珠墩、圓堆堆，長住一對標誌性嘅小兔牙，笑起來非常可愛。當時各大導演都中意找佢拍戲，短短幾年內佢拍咗幾十部電影，產量極高，甚至被圈內人封為張一打。但可惜嗰陣嘅佢在戲裏面永遠只負責尖叫、扮靚，或者做成龍電影裏面負責被救嘅女朋友。全香港嘅影評人都刻薄地笑佢係一個木頭美人，除了美麗的外表之外，根本毫無演技可言。甚至有人預言佢嘅花期好快就會過去。面對全港嘅群嘲，張曼玉沒有自暴自棄，佢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。終於在1988年，佢遇到了大導演王家衛，接拍了電影《旺角卡門》。這部戲成為了張曼玉人生中最大嘅轉折點。王家衛拍戲從來不用劇本，而是逼着演員去尋找內心深處最真實嘅情感。王家衛當時同佢講：你不要只會用眼睛演戲，你要用你嘅呼吸、你嘅身體去感受角色。就係呢一句話，好似點中了張曼玉嘅任督二脈，讓佢一朝開竅。戲裏面佢送別華仔時，那一滴緩緩流下嘅眼淚，驚豔了成個影壇，亦讓所有人第一次看見了張曼玉作為演員嘅巨大潛力。開竅之後嘅張曼玉演技好似開了掛一樣，將曾經笑佢係花瓶嘅人遠遠拋在身後。1989年，佢憑着《3個女人的故事》奪得人生第一座金馬影后。隨後《阮玲玉》裏面哀怨動人嘅演繹，更讓佢一舉拿下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，成為華人影壇第一位國際 A 類影后。從《新龍門客棧》風騷入骨嘅金鑲玉，到《甜蜜蜜》裏面看到曾志偉屍體時先笑後哭，教科書級別嘅世紀演技，張曼玉用實力證明美貌只係佢最不值一提嘅優點。佢一步步將自己磨練成華人影壇無法超越嘅演技天花板，用骨氣打面了當年所有看輕佢嘅人。雖然在銀幕上張曼玉是無所不能嘅影后，但在現實中佢卻是一個為了愛情可以不顧一切嘅戀愛腦。佢拍拖從來不看對方嘅身家，只看才華同感覺，但命運偏偏一次又一次傷害佢。佢曾經同美術指導、髮型師拍拖，每次都毫無保留。
最轟動嘅一次是佢同一個外籍男友分手後，對方竟然為咗錢同名利，將張曼玉寫給佢，裡面寫滿情話同錯字嘅私密情書，全部賣俾香港嘅八卦雜誌公開刊登。一時間，成個香港都在看佢嘅笑話，嘲笑堂堂大明星竟然咁天真、咁無知。換作普通人，可能已經被這種毫無底線嘅背叛徹底擊垮。但張曼玉有咗一股常人沒有嘅傲骨與韌性，佢抹乾眼淚，轉身就將所有的痛楚與不甘融入到電影裡面。就在被出賣情書嘅同一年，佢拍了電影《阮玲玉》，將那種被流言蜚語逼上絕路嘅悲劇感演得入木三分，直接拿下了柏林影后。後來佢同法國導演阿薩雅斯結婚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3年多，就因為聚少離多而離婚。每一次失戀、離婚，外界都以為佢會一蹶不振，但佢每一次都會帶住一部更震撼嘅作品，一座更高嘅影后獎座走返出來。到咗2004年，張曼玉憑着前夫導演嘅電影《錯過又如何》，一舉奪得康城影展最佳女主角呢一座獎座，直接將佢推上了華人女星在國際影壇嘅最高峰。但就在全亞洲導演都跪求佢接戲，名利雙收嘅最全盛時期，年僅40歲嘅張曼玉卻做出了一個讓全世界震驚嘅決定，佢宣布不再接拍任何電影，正式隱退。好多人笑佢傻，話佢放住大把千萬，片酬唔賺。但張曼玉好清醒咁講：我從19歲到40歲都在演別人嘅人生，我拿夠了獎，我現在只想過返自己嘅生活，做一回真正嘅張曼玉。息影之後嘅張曼玉徹底放低咗神壇上嘅影后光環，開始活得越來越任性。2014年50歲嘅佢竟然抱住一把吉他跑去草莓音樂節唱搖滾樂。當時佢因為煙爽唱歌跑調，被台下嘅後生仔全網群嘲，甚至有人刻薄地話呢個係地獄來嘅聲音。但張曼玉一啲都冇嬲，佢喺台上好坦然咁同大家講：我拍了20部電影，都被人話係花瓶，唱歌請大家給我20次機會。我今天50歲了，我不想到了80歲，才後悔自己當年沒有勇氣站在台上。呢番話贏得了全場最熱烈嘅掌聲。近年嘅張曼玉搬離咗豪宅，經常被街坊拍到佢戴住帽、踩住單車出入香港嘅平民街市。佢會喺10蚊、幾十蚊嘅地攤平民鋪排隊買內衣、買平價拖鞋。好多無知嘅媒體用落魄、消瘦、孤獨、晚年嚟形容佢，但真正懂佢嘅人都知道，這不是落魄，而是經歷過繁華過後最高級、最通透嘅靈魂自由。佢唔需要再用名牌去證明自己，亦唔需要再用男人去填滿生活，因為佢自己就已經足夠強大。如今嘅張曼玉雖然單身，雖然老去，但佢活得比任何人都體面、都自由。佢用大半生嘅起伏向世界證明，有一種清醒叫功成身退，有一種高貴叫不合流俗。今天張曼玉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，看完整個故事，你最中意佢銀幕上風華絕代嘅影后姿態，還是如今買地攤貨玩搖滾嘅叛逆靈魂？在每個人都害怕老去嘅年代，你又點樣睇佢活出自我嘅人生態度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喜歡我們分享的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人民網視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。